無論同親戚、朋友、同事、生意夥伴，抑或是萍水相逢嘅陌生人相交，有6件事千祈唔好輕易做。好多人只當係普通交際小事，從唔察覺當中暗藏散財折福嘅隱患。偶爾一次觸發，或許只會手頭緊張，小事阻滯，但若然長年累月習以為常，輕則每月收入莫名耗散，存款永遠累積唔起，重則耗盡幾十年累積落嘅陰德福祿，事業機會擦肩，貴人遠離，家宅是非連綿，晚年孤獨結局。我研習民間福祿學，人相交際原理幾十年，走勻港島唐樓、九龍各區居屋、新界村屋同各區商鋪，每日無數打工仔、開鋪老闆、家庭主婦、退休長者上門同我傾訴諸事不順，排查落90%問題，根源都係日常相處時屢次踩中呢6項選福禁忌。今日唔講晦澀難明嘅天干地支術數，唔推銷任何開光法器飾品，淨係憑住幾十年落區接觸過萬香港街坊真實個案累積嘅心得，順住同大眾閒聊解說嘅自然節奏，由人與人之間氣場交感、言語舉動承載福氣陰德嘅底蘊講起，逐層拆解呢6件選福散財行為各自帶來嘅層層厄運，每一件都搭配各行各業本地真實經歷印證，分清單身、已婚、從商、文職、長者、年輕人唔同身份觸犯之後嘅輕重差異，跟住延伸分享平時待人接物嘅積福守財做法，以及萬一唔小心觸犯之後嘅補救化解步驟。全程唔分數字小標題，唔生硬分段列舉，單純靠口播語氣，起伏自然銜接推進，句句地道港式粵語用詞，貼合香港人返工、應酬、走親戚、做生意嘅日常場景。聽完之後，往後同人相處多一分謹慎，守住自身福祿財富，令事業家運人緣長期平順無阻。唔好因為一時輕佻大意，白白消耗畢生積落嘅好運。好多街坊從來唔明白人際相交藏住氣場互換嘅道理。天地萬物皆有磁場，每一個人自身都攜帶獨立嘅福氣財氣，同人往來交談、舉動互動嘅時候，兩邊磁場會互相交融牽連。善意穩重嘅言行會吸納對方身上嘅貴氣財祿，反之心浮氣躁、損人利己、輕佻無禮嘅舉動，一來會打散自身體內穩固嘅福氣脈絡，二來會招惹外界襲殺小人磁場纏身。民間自古流傳口為福禍門，舉動定祿厚薄，唔需要做傷天害理嘅大惡事，只係日常交際幾個不起眼習慣，就會日日慢慢折損積福根基。好比好多開士多、地產代理、裝修師傅嘅老闆，捱足10幾年辛苦經營，客源始終留唔住，每個月營業額睇得靚，但到月底結帳就一分不剩，四處調整鋪位財位，擺放旺財銅器都毫無改善。最後上門，我一觀察佢待人接物嘅習慣，先發現成日踩中多項選福交際禁忌。長年累積落財氣，持續外泄，再多風水擺設都補唔返流失嘅福分。仲有好多文職上班族，勤力負責，從唔偷懶，但升職加薪永遠輪唔到自己，身邊總有同事搬弄是非，搶走功勞。歸根到底都係平日同人相處時唔守分寸，無意間做咗折損自身貴人緣嘅事。福氣一旦耗散，無論幾多努力都難以迎來順遂機遇。今日要講嘅第一件千祈唔好做嘅交際大忌，就係背後搬弄他人是非，落井下石，講人短處。呢件事係6項選福行為入面折福力度最強，輕則散盡人緣財氣，重則終身招惹口舌，小人纏身。好多人聚埋一齊飲茶食飯，返工休息閒聊，見到身邊朋友、同事、親戚發生失意、失業、感情破裂、生意蝕本，唔單止唔會勸解安慰，反而聚埋一齊添油加醋講人壞話，放大對方嘅缺失，醜化他人經歷，
甚至專門搜集他人隱私，四處傳揚，以講人是非作為閒聊樂趣。民間原理入面講，背後毀謗他人等同直面陰殺講惡言，每一句詆毀嘅説話都會燒毀自身累積嘅陰德福祿，福氣好似田裏積落嘅雨水，一句惡言就會開一道缺口，慢慢流乾。唔單止如此，世間從無不透風嘅牆，今日你背後講人幾句閒話，遲早會輾轉傳到當事人耳中，對方心裏滋生怨恨，兩人之間磁場產生強烈相克。日後但凡你有事求助、有生意合作，需要他人扶持，對方必定心存芥蒂，不願出手。本來屬於你嘅貴人機遇直接斷絕，財氣跟住隨之流失。我早年西環認識一位做時裝批發嘅女士，平日同行聚會，專中意背後講其他店主生意差、客源弱、家庭不和，一邊講一邊添油加醋取笑。起初只覺得閒聊無所謂。短短2-3年間發生一連串厄運，原本長期合作嘅廠商轉單俾其他同行，熟客陸續流失，鋪位租金大幅加價，每年賺嘅錢剛好填補各項虧損，戶口從來存唔到5萬蚊，身邊亦無真心朋友，遇事全部避之則吉。後來我同佢拆解當中福祿損耗底蘊，佢先醒悟多年來搬弄是非，耗盡自身貴人緣。隨後堅持3年，唔講任何人短處，見人失意只會勸解安慰，背後只講他人優點，慢慢先有舊客戶返來幫襯，廠商亦重新恢復長期合作，每月開始有穩定剩餘積蓄，足以證明背後毀謗他人對自身運勢嘅巨大傷害。仲有好多年輕上班族返工鍾意同其他同事講上司前輩壞話，傳揚辦公室隱私，最後説話傳到管理層耳邊，升職機會永遠跳過自己，年年只會調輕微底薪，唔會有額外獎金同晉升空間，長年陷入收入停滯、少人圍繞嘅局面。不論係熟人定陌生人，只要背後刻意講人短處，落井下石，福氣財氣必然同步耗散。千祈唔好抱住講下無所謂嘅心態，輕易觸犯。第二件同人相交絕對唔好做嘅事，就係處處貪小便宜，凡事計較分毫得失，永遠只想從他人身上索取，唔願意主動付出半分。好多香港街坊同人相處時，總盤算住點樣佔少少好處，同朋友食飯永遠等人埋單，約出街消費專揀人哋買單嘅場合，向親友借錢拖足幾年唔主動歸還，合作做生意時處處克扣對方利潤，同鄰居相處貪圖小物件公用資源，買貨同商販斤斤計較幾蚊零頭，一點虧都唔願意食。好多人覺得只係細微銀錢計較，頂多俾人覺得小氣，唔會影響自身大運。實則風水入面財氣講求往來流通，有福之人懂得捨得付出，財氣先會源源不斷回流。若然凡事只進不出，心裏滿載貪小利嘅執念，自身財富會形成封閉滯氣格局，外面流入嘅正財橫財全部難以停留，到手嘅收入總有各種突發開支無故耗散。民間老話愛佔人便宜，終久失大財，並非空談。貪小便宜嘅人短期好似賺到幾十幾百蚊，長遠會失去身邊所有人嘅信任。貴人見你凡事計較，唔願意再介紹客源、工作機會、合作項目，身邊朋友慢慢疏遠，遇事無人出手扶持，人生路上阻力重重。上年屯門一位地盤裝修師傅，手藝其實唔差，但每次同搭檔接工程，總會暗中克扣對方工錢，同客戶報價亦會隱瞞細項，多收費用。同朋友出街永遠唔主動埋單，幾年落來，身邊搭檔全部唔願意同佢合作。客戶做完一次裝修，絕唔會再轉介新單，只能接零散細單，收入忽高忽低。每當剛儲少少錢，就會遇見屋企電器報銷、家人小病覆診各項開支，永遠積蓄唔起首期。後來聽從勸告，合作分賬，清清楚楚，
應酬適時主動埋單，唔再計較細微得失。半年之後，舊搭檔重新一齊接大型工程，舊客戶轉介大量新單，每月穩定多出幾千蚊剩餘存款，清晰對比出貪小利、計較得失帶來嘅散財後果。分開唔同身份，再細講輕重差異。從商開鋪人士若然同人相交，貪小便宜，損財力度最為嚴重，客源、合作夥伴會快速流失，生意難以長久經營。文職上班族計較同事之間細微利益，容易惹辦公室小人，升職加薪受阻。已婚人士對親友斤斤計較，屋企容易爆發金錢爭執，夫妻手足之間關係破裂，家宅旺氣隨之消散。單身年輕人過分貪圖他人付出，姻緣運貴，人緣雙重低迷，難遇真心相待之人。無論邊種身份，同人往來懂得適當捨得，唔執着細微得失，先可以維持財氣順暢流通，守住自身積福財富。第三件相交大忌，千祈唔好觸犯，就係隨意借錢俾人，亦隨意向他人大額借貸，無分寸牽扯金錢往來。好多街坊覺得親朋好友開口求助，抹唔開情面，就隨意借出大筆金錢，亦有自身手頭拮據，就隨意向身邊朋友同事借錢周轉。民間商學講錢為人間祿氣，互相借貸等同兩人福祿磁場深度糾纏。一旦借貸無法準時歸還，兩邊都會同步散財折福。先講隨意借出金錢嘅隱患，你將自身儲存嘅祿氣轉移俾他人，若對方運氣低迷，自身福薄，承接唔住你借出嘅財氣，呢份滯氣會透過金錢往來反向反噬你自身，導致你隨後年年遇上大破財、零碎漏錢。好多人借出幾萬甚至幾十萬俾親友，對方拖足數年唔還，自己其後買樓、創業、醫療需要用錢時無從調動，原本到手嘅穩定機會，因為資金不足白白錯過，仲會因為追討欠款同親友反目，惹出長年口舌是非，折損人緣福分。至於隨意向他人大額借錢嘅損福更為嚴重，借來嘅金錢唔屬於自身先天祿氣，長期負債會壓低自身磁場層次，正財運持續低迷。無論幾搏命工作，賺到嘅錢優先要用於還債，永遠留唔低多餘積蓄，仲會因為長年欠人銀錢，心裏滋生壓抑負面戾氣，擾亂全屋平和家運，夫妻爭執，仔女不順，身體亞健康，各類問題接踵而來。好多香港年輕創業者一開鋪就向身邊親友大額借貸周轉，開店之後生意稍有起色，賺到嘅營業額全部用於還債，經營幾年依舊零積蓄。鋪面一旦遇上行業淡季，即刻陷入資金鏈斷裂危機，最後只能結束經營，蝕本離場。仲有普通打工仔因為消費衝動向朋友借錢，每月人工到手大半用於還款，連基本儲蓄都難以維持，屋企稍有突發開支就手足無措。當中仲有一層容易忽略嘅細節，同關係普通、僅僅識得幾面嘅陌生人、淺交同事，千祈唔好有金錢借貸往來。兩人磁場本來無緣，金錢牽連會直接沖散自身，穩固福氣。輕則手頭長年拮據，重則招惹官非債務糾紛。萬一實在要幫助身邊至親，亦只能借出自身閒置小額金錢，立下清晰還款日期同憑據，唔好一次性動用大半積蓄借人。自身拮據時，亦盡量透過正規銀行渠道周轉，唔好隨意打擾身邊友人借貸，減少金錢牽連帶來嘅雙重散財折福。第四件同人相交千祈唔好做嘅損福舉動，就係當眾頂撞、出言冒犯長輩、上司、前輩，待人無禮，動不動發惡言爭執。天地間長幼有序，尊卑有分。年長者提拔你嘅前輩上司身上攜帶厚重陽貴氣，當你出言頂撞、發脾氣冒犯，等同主動沖散對方身上流向你嘅貴人磁場，同時滋生自身暴戾戾氣。一把怒火足以燒毀多年累積嘅福德。古籍《福祿手冊》記載：五力尊長，
一路折3分10年福，唔單止面對父母親人，就算係公司上司、行業前輩、街頭素不相識嘅年長長者，都唔可以動不動硬碰硬爭執，口出惡言。好多年輕打工仔覺得上司分配工作唔公平，前輩意見唔認同，當眾直接頂撞反駁，一時出咗心氣，後續升職加薪永遠唔會優先考慮自己，重要項目、外出出差、優質機會全部分配俾其他同事，事業長年停滯不前。仲有不少人同屋企父母因為消費、擇業、分家、瑣碎小事大吵大鬧，講盡難聽傷人説話。長期某逆父母會耗散全屋，家宅旺氣，屋企財富持續鬆散，賺多少使多少，仔女讀書多波折，自身身體長年疲勞虛弱。我認識一位九龍灣寫字樓做市場策劃嘅年青男士，腦袋靈活，能力不足，但每次開會，上司提出不同意見，佢都會當眾反駁頂撞。幾年落來，同期入職同事全部晉升主管，唯有佢停留在基層崗位，每年獎金微薄。想轉換更好公司面試時，前上司亦唔願意寫推薦評語，機會次次落空。後來改變心態，面對前輩上司意見，先耐心聆聽，私下再平和表達自身觀點，唔再動不動當眾爭執。短短1年就拿到晉升機會，底薪大幅調升。仲有合作客戶主動介紹額外副業收入，清晰印證冒犯尊長、節損貴人財運嘅規律。除此之外，同人相處動不動發惡言，為細微小事同陌生人爭執鬥氣，同樣會滋生戾氣，沖散福氣。出街買菜、搭地鐵、食茶餐廳，少少摩擦就大聲爭吵，事後短期內必定遇上零碎漏載、小事阻滯。譬如銀包唔見、電器故障、訂單黃掉、各類厄運。同人往來保持溫和禮讓，對長輩尊重有禮，先可以承接源源不斷貴氣，守住自身福祿根基。第5項，相交千祈唔好觸犯嘅散財折福禁忌，就係輕易應承他人承諾，隨口打包票，卻從唔兌現，養成失信無信嘅習慣。民間講言為心之聲，諾為祿之契。每一次向他人許下承諾，等同同天地立下福祿契約。若然隨口講出，卻無法完成，等同親手撕毀自身福氣契約。每一次失信，都會削減1分自身信譽磁場。信譽一旦破損，貴人、客源、身邊朋友都會慢慢遠離，財氣隨之斷絕。好多街坊同人傾談時，為咗討好對方，唔衡量自身能力，就隨口應承，幫忙介紹工作、調動貨源、借錢周轉、出席重要場合，轉頭就將承諾拋諸腦後。他人再三提醒，亦百般推託，久而久之，身邊所有人都會認定你講話唔算數。日後有賺錢機會、扶持資源，絕唔會第一時間想到你。做生意老闆，若然對客戶、合作夥伴輕易許諾交貨期、價格優惠卻無法履行，客源會大批量流失，生意難以維持長久營運。上班族向主管應承準時交報告，完成項目卻次次延遲，難以獲得上司信任。重要任務永遠唔會分配到手上。普通人向親友應承幫忙處理家事，陪同辦事卻屢次失約，親緣人緣慢慢疏遠，屋企如是無人願意出手相助。上年元朗開文具批發嘅女士，每次同客戶傾談都隨口應承超低批發價，即日送貨，實際卻做唔到。短短半年累積大量客戶不滿，熟客全部轉向其他同學，鋪面營業額大跌，每月勉強覆蓋租金、人工。後來改變習慣，唔確定可以做到嘅事，絕唔輕易許諾。應承咗嘅事必定盡力兌現，慢慢先贏返客戶信任，營業額逐步回升，每月有穩定剩餘積蓄。仲有一點好多人忽略，同陌生人淺交朋友，更加唔好隨口許下重大承諾。兩人緣分本就淺薄，一次失信足以完全斷絕往來。
同時沖散自身平穩財氣，同人相交講話留3分餘地，唔高估自身能力，隨口打包票，應承之事必定全力完成，維持自身信譽磁場，財氣福氣先可以持續聚攏唔散。第6件同人相交絕對唔好做嘅折福行為，就係隨意打拍他人肩膀，隨意打探，四處宣揚他人隱私。呢兩個習慣看似細微禮節問題，實則係香港民間風水入面典型散財損、貴氣大忌。先講隨意拍打人肩膀，本地流傳幾百年民俗規律，人嘅兩肩分別攜帶自身左財右貴兩道氣脈，肩膀等同財氣，為人氣嘅出入口。隨意用手大力拍打他人肩膀，等同一掌拍散對方累積嘅財祿，同時自身手上沾染對方散日俗氣，反向帶返屋企沖散自家旺氣。無論關係幾熟嘅老友、親人、同事，見面問好，只宜招手點頭，輕輕握手，千祈唔好興奮之下大力拍打對方雙肩。好多街坊同老友飲酒傾談，一開心就不停拍人肩膀，事後短短1、2個月，自身容易遇上投資蝕本、人工扣減、客戶流失各類散財問題，對方亦會手頭持續拮據，雙方同時受損。至於隨意打探他人隱私、四處散播他人私事，損福力度同搬弄是非不相上下。香港人向來重視個人邊界，收入多少、物業資產、夫妻感情、仔女學業、醫療、存款債務，全部屬於私人隱私。同人相交唔好追根究底盤問，更加唔好將聽到嘅他人私事轉發講俾第三方知，過度打探隱私會滋生自身貪虧累氣，節損陰德。到處散播他人私事，等同主動製造是非磁場，小人纏身，財氣外泄接踵而來。好多女士聚埋一齊，專中意盤問身邊朋友人工、買樓、首期、每月存款。聽完之後，又轉頭同其他人講，久而久之，身邊所有人都會對你心存防備，唔願意真心相交。貴人見你喜歡窺探他人私事，亦會刻意保持距離，唔會介紹任何賺錢機會。從商人士若然隨意打探同行營業額、客戶資源，仲容易招惹商場小人竊取自身資訊，生意蒙受重大損失。單身人士過分追問他人感情隱私，自身姻緣運低迷，難遇契合伴侶。同人往來守住邊界，唔隨意抨擊他人肩頭，唔過度打探私事，唔傳揚他人隱私，先可以維持雙方氣場平和，唔會無故散財折福。講完6件同人相交千祈唔好觸犯嘅損福散財大事，順住節勢同大家分清唔同人群觸犯之後厄運輕重差異。從商開鋪、做貿易地產嘅人士，6項禁忌，任何一項長年觸犯，散財力度最為強烈。客源、合作夥伴、長遠收益會同步受損，輕則營業額停滯，重則鋪面倒閉負債。普通文職、地盤、服務業打工一族，長年踩中交際大忌，主要選貴人升職運，人工難以調升，身邊小人不斷。每月收入總有零碎開支耗散。已婚同住家庭人士，若夫妻2人都屢次觸犯損福交際行為，全屋家宅旺氣雙重耗散，夫妻金錢爭執，仔女讀書波折，長者體弱多病會同時浮現。單身獨居青年氣場單薄，抵擋逐殺能力最弱，輕易觸犯任一禁忌。姻緣、財運、事業3重低迷，長年孤獨，手頭拮據。年長退休長者若同人相交習慣搬弄是非，計較小利，晚年福祿持續消耗，仔女疏遠，醫藥開支大增，難安享平穩晚年。唔論邊個年齡、邊種職業，呢6件損福行為都會對自身運勢帶來負面影響。只係承受厄運嘅輕重有所區分，唔好以為自己收入穩定、家底充足就無所顧忌。福氣唔會無限累積，日日耗損，遲早會出現大破財、重大阻滯。好多街坊聽完6項交際禁忌，發覺自己平日好多習慣都踩中底線，即刻心灰意冷，
以為自身福祿已經完全耗盡。其實民間福祿學從來唔係定數，先天行為節選嘅福氣，透過後天調整言行，積善修德，可以逐步補返。我幾十年幫無數長期觸犯交際選福禁忌嘅街坊調整心態言行，多數堅持半年到1年，就能明顯感受到漏財減少，貴人主動靠近，是非大幅減少，唔需要花高價購買法器，只係改變日常待人接物嘅細微習慣，順住邏輯自然講出全套積福守財交際準則。首先係管住自身口舌，無論同邊個相處，背後只講他人優點長處，見人失意只勸解安慰，唔添油加醋詆毀。遇見他人取得成就，真心祝福，唔心生制度講風涼話，少抱怨少惡言，同長輩前輩交談，保持謙恭聆聽，有意見私下平和溝通，唔當眾頂撞爭執。其次係待人接物，學識適當捨得，唔凡事計較幾蚊幾毫得失，應酬適時主動分擔消費，合作分賬清清楚楚，唔克扣他人利潤。遇見身邊人細微困難，能力範圍內適當幫襯，唔時刻盤算佔人小便宜。第三係謹慎處理金錢往來，非至親唔大額借錢。借出金錢必立，憑據約定還款日期，自身拮據，優先選擇正規渠道周轉，唔隨意向身邊友人開口借貸，減少金錢牽連帶來嘅福祿糾纏。第四係許諾三思而後言，唔衡量自身能力，絕唔輕易打包票。一旦應承他人之事，必定全力以赴兌現，維持自身信譽磁場，貴人客源自然持續聚集。第五係守好交際禮節邊界，唔隨意拍打任何人肩膀，唔追問他人收入、感情、資產、醫療等私人隱私，聽到他人私事唔四處轉述傳揚，維持雙方平和氣場。第六係日常多積微小善舉，同人相處多包容禮讓，搭車讓座、街市禮讓，長者鄰居有難適時援手，細微善行。每日累積，慢慢補返之前節選嘅陰德福祿，6項準則同步堅持，半年就能明顯感受到財氣回流。每月開始穩定累積存款，身邊貴人陸續出現，諸事阻滯逐步化解。萬一唔小心一時大意觸犯咗選福交際行為，亦有一套簡單易執行嘅及時補救化解步驟。唔使繁雜儀式，當下就能操作。若係背後講人是非，事後即刻閉口，唔再談論對方，尋找機會當眾講出對方一件優點彌補，心底真誠反省自身詆毀嘅錯處。若係貪小便宜，克扣他人利益，及時補返相應金錢或者等值禮物，日後不再計較細微得失。若係隨意借貸引發糾紛，盡快籌錢歸還。立好清晰還款時間，減少後續金錢牽連。若係頂撞冒犯長輩前輩，當下真誠道歉，往後交談保持謙恭，多聽取對方建議。若係輕易許諾無法完成，主動同對方坦誠自身能力不足，真誠致歉，往後唔再隨口打包票。若係拍打他人肩膀，打探傳揚他人隱私，及時向對方表達歉意。往後守住交際邊界，唔再重複犯錯。每日夜晚臨睡前用3分鐘自省當日待人接物言行有損福舉動，心底反省，立誓不再重犯。長年堅持自省，能夠避免日後再次踩中交際大忌，逐步穩固自身福祿財富。